物人？是我。遮啊。哦，遮尔暗啊，你来遮是有啥物代志是？我有一件代志要求王爷，请你成全。有代志坐咧，再搁讲。舅爷，目前并有在你的掌中，我想要向你借1万的银马，并讨求军令搁宝剑，唔知王爷你肯答应无？是要做啥物用途呢？为去九龙国，为要解救皇上的性命，无论如何，我就要赶到九龙国，取7条灵芝茱萸果，求王爷切莫拒绝。这，莫非你瞒骗灵动，偷偷来记？是，为国传授军神之义，我愿你冒一个不孝的罪名，不顾利弊。这，王爷，你唔肯答应吗？毋是讲我毋肯答应，迄一日老太君伊毋肯接圣旨，我甲北龙兄详细甲伊收起来，老太君也并无毋对。金沙滩一战，只剩下燕昭你一个人。唉，我实在不忍心，搁再互你去冒险。王爷提起金沙滩，更加上座好做人啊！阮父兄死地来太凄惨，只为社命保家。如今皇上啊，必定中燕昭出令不尽忠的，贪生怕死保性命，愧对救主安将的父兄。燕昭，你满文真中啊！为当朝，咱如今只留伊个朱阿苗。忠臣之后应官照，岂可再受风飘摇？这个九龙国中哦，良友处必然安利的会行事的。也万一若失败，做不顺，我如何面对迄个老太君？你，王爷，实事这件代志，万一若是为着撩兵来发现你的行踪，你若有出什么差错，不但我来对不起老太君，而且林玉松伊还会埋怨我。兄王，我袂埋怨你。松，你是当时等来呢？我是金庄燕昭来啊。你，六郎，我看你3更半暝，偷偷行出天宝府，我着猜讲你一定是来遮甲阮兄王招兵，要去九龙国取药。玉松，你是真聪明，像你这么才贤德、明道理的人，一定你袂阻挡我去，对毋对？你毋免放心我，我不但袂阻止互你去，而且要等你离开了后，负起安慰宝宝的责任。哎呀，我这好运车。兄王，哎呀，好，既然如此，我若是讲毋答应，敢是连我变成一个不忠不义的人呢？兄王既然知影，你就赶紧将军令宝剑
交互燕娇啊。好。多谢王爷。